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车主收到一张的罚单。这个违规的车辆虽然甲伊的是共型的，但是加一个天窗。这个违规的地点伫咧嘉义，但是东港伊人是伫咧高雄。原来是有人偷用伊的车牌，监理站讲车牌若互偷用去，就要换掉。一张红单寄去到厝内，毋有写违规的代志，还有相片，是讲愈看愈奇怪。看一个真相片内底，这台白色轿车甲厝内这台同款，不过因厝内这台无天窗，被翕到这台违规的车有天窗，而且违规的地点伫嘉义，好人伫高雄的车主三无涨。无印象，无印象。若是讲你去拄着迄个冒用车牌情形，报警，警察来处理甲迄个地方，直接报警。安尼来较无代志。有民众伫面册写讲，伊捌看到别人的车牌互人偷用，想袂到发生伫伊的身上。伫8月10日，伊有收到来自嘉义太保市一张违规的红单，理由是妨害人车通行所在停车，人伫高雄依准去报警。他不是违规的当事人，那所以我们协助他到监理站去申诉，然后询问给监理站再做一个撤销或者是维持的动作。除了积极查缉之外，也呼吁民众不要以身试法。原来偷用车牌进行短短1个月内，嘉义水上分局警方就抓了3件，这款行为已经犯着伪造文书罪，将会依法查办。监理站也表示讲，若是车牌互人偷用，甚至开单者，会使办理换牌，并且向裁决单位申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